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5章36节到42节，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旨意。大卫在加密受到加勒人拿巴的侮辱、耻笑以及拒绝，后来受到拿巴的太太艾比该的礼貌对待。大卫认为艾比该是上帝差派来赐给他公义的代表，让他避免了拿巴的侮辱，也同时避免了犯杀人之罪。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卷25章36节到42节，记载了大卫在拿巴死后感谢上帝的公义。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公义显现。经文这样记载：大卫听说拿巴死了，就说赞美上主，他为我报了拿巴侮辱我的仇，而且使他的仆人没有做错事。上主因为拿巴的恶行惩罚了他。不久，大卫就派人去向艾比该求婚。大卫的仆人到加密见艾比该，对他说：大卫差我们来接你到他那里去，做他的妻子。艾比该俯伏在地上说：我是他的使女，我愿意洗他仆人们的脚。艾比该赶快起来，骑上他的驴，带着他的5个婢女，跟大卫的使者一起去了。艾比该就做了大卫的妻子。至于拿巴死后，大卫娶了艾比该成为第3任的妻子，是否是上帝的旨意，就值得我们以现代的伦理角度来细细的考虑了。耶稣基督在面对自己的害怕、创伤以及软弱的时候，他以祷告来支持他自己的软弱与创伤，所以他就警醒祷告，并且也提醒门徒们应当靠着祷告来使自己警醒，来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样子来面对困境的。圣经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这样记载到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经文呢这样说道：耶稣出城，照常在橄榄山上，门徒们也跟着他去。到了那地方，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要祷告，免得陷于困惑。于是耶稣离开他们，在约扔1块石子的距离，跪下祷告，说：父亲啊，若是你愿意，求你将这苦杯移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而是成全你的旨意。有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，向他显现，加强他的力量。在极度忧伤的当中，耶稣更恳切的祷告，他的汗珠像大地的血滴落在地上。祷告后，耶稣起来回到门徒那里去，发现他们因忧伤过度沉睡了。他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睡着呢？起来祷告吧，免得陷于诱惑。警醒祷告，要服从主的旨意。诗篇57篇：上帝啊，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我来投靠你。我要在你的翅膀下求庇护，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。我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向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。
他要从天上答应我，救援我，他要击退压迫的人。上帝要向我显现他的信实和不变的爱。我被仇敌围困着，他们都像吃人的样子，他们的牙齿像枪，像剑，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剑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。仇敌张开罗网要捕捉我，我被灾难压倒了。他们在我的前头挖掘陷阱，自己却掉进了里面。上帝啊，我心坚定，我不动摇。我要歌唱，我要颂赞你。我的心啊，醒起来吧，琴啊，瑟啊，都醒起来吧。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。主啊，我在列国中感谢你，我在万民中来颂赞你。你永远的爱上达高天，你信实高入云霄。上帝啊，显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，愿你的荣耀弥漫于大地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遇见苦难、压力、创伤的时候，能够学习警醒，学习顺服主的旨意，来依靠主来得胜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